喺個年代，人人都要隨時有電用，展覽會用電需求大，對於參展商同訪客想揾電掣，基本上都係先到先得。咁點解決供電問題？主辦方同參展商都可以設置充電休閒區，但係對於參展商嚟講相當昂貴，而且永遠都唔會有足夠空間俾所有入場人士。但係如果有即插即用嘅方案，可以輕鬆喺整個展覽鋪開，又會點？靠 OmniCharge 移動電源站，你可以將一個電掣變成多個便攜充電器，適用於任何電子設備。呢個電源站可以擺喺會議區、休閒區、餐飲區或者係登記處，俾入場人士登記時使用。租借 OmniCharge 簡單到有手就得，你可以用我哋嘅手機應用程式自助租借，亦都可以直接拎走，唔使鎖嘅充電器自己處理，為任何電子設備提供靈活嘅充電方案。每一部 OmniCharge 都有多種充電選擇，無論你喺邊度都可以幫你保持電量充足。仲有我哋嘅 Smart Center 系統，無論你設定幾多個站點都可以完全掌控。透過呢個系統，你可以輕鬆監察充電器嘅使用情況，仲可以管理電源站嘅各項功能。我哋嘅電源站已經係經過多個行業嘅實戰考驗，喺任何場合都可以提供靈活嘅充電方案。你唔使煩，交俾 OmniCharge 幫你搞掂所有供電問題。